好，大家平安。诗篇117篇说：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；万民啊，你们都当称颂他，因为他向我们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让我们一起来从正位上站立，一起来敬拜赞美神。君王再次降临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继续敬拜他。见你的彰显。
宝座前高举双手，从这代到那代，万民不停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国到列邦，齐尊崇你为王，高唱哈利路亚，齐敬拜弥赛亚。从这代到那代，万民不停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国到列邦，齐尊崇你为王，高唱哈利路亚，齐敬拜弥赛亚。众臣们抬起头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。众臣们抬起头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。众臣们抬起头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。众臣们抬起头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。从这代到那代，万民不停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国到列邦，齐尊崇你为王，高唱哈利路亚，齐敬拜弥赛亚。从这代到那代，万民不停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国到列邦，齐尊崇你为王，高唱哈利路亚，齐敬拜弥赛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世世代代赐福满满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从过去、现在到未来，你一直都会存在，因为你是起初创造。主啊，你也是那幕后，主，你要带领这世界，主啊，要改变，主啊，这世界要重新更新，因为主你应许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。谢谢你透过3棵树，你来拯救我们，特别是那十字架的枯树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，为我们死复活，使我们凡事相信的，我们都能够来得救，我们都能够重新有新的生命，新天新地，在那美好里，也就是在现在开始，虽然还没有完全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经有了，但是不是那么完全，因为主你有怜悯，你等候，你不是迟延，你等候，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你乃愿人人都能够得救。谢谢主，你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柄，因为我们称呼你阿爸天父，你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得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有这个权柄来你面前祷告。主啊，你所设立的迦南基督长老教会，奉你的名，在哪里祷告的2、3人聚集，主啊，你就在那里。我们要成为各方各族的人都聚集一起来祷告，来到你的面前。愿我们今天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，献在你的面前。你也提醒我们，
我们当怎么样来做？我们愿意跟随主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在星期三的晚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请坐。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，是何等美好的事情！特别是我们可以来赞美神，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的名。我们对神的名认识多少呢？神的名一定有他的意思，因为他的名是大有权柄。他的名，当我们来呼喊，当我们来赞美，我们的心重新调整的时候，那么今天早上，甚至于昨天以前，已经很久以前，我们那个失落的心，我们那个心中的大破洞，都要因为我们来赞美这一位神，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重新得着恢复，我们可以跟神来复合，因为这一位神是伟大的创始者，也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创造一切的美好，他用的名字就是 Elohim。 出现在圣经中第一句话是希伯来的，用这样希伯来文的这样子的名字，使我们知道他是起初的，知道他为他所爱的预备一切。因为他不是先创造你跟我，而是他创造了天，创造了地，而且使这天地可以分开，有光明跟黑暗，有海洋，有陆地，有黑夜白昼，像昨天晚上月亮那么圆，旁边的是那么黑。因着有黑夜，月亮才特别珍贵，特别的亮。因为这世代有黑暗，带来光明的神 Elohim， 他的名字更是来提醒我们，他是创造大能，他的全能，他有主权。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最痛苦的祷告时，他也用了这个名字，用 Elohim， 在十字架上面经历了9个小时之后，他的血是一滴一滴一滴的滴下来。他跟我们你我一样承受那最痛苦的时候，所以没有什么痛苦神不了解的。因为除非你有上过十字架，这样子血一滴一滴滴完，而且被淋入，感受到什么 Elohim Elohim， 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何离弃我？我们的主也会问为何，何以，是什么原因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问什么原因吗？如果在苦难中，我们会问什么原因吗？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你我一定听过他。现在我们用他的灯，我们用电会用什么单位？安培。安培这个单位是因为要纪念这个人，就叫做安培。他所发明的，他是数学家，他是物理学家。他在1795年的一个黑夜，法国革命黑夜的夜晚的时候，一堆的警察来敲他家的门，他那时候才11岁。为什么敲他家门？他家只有他母亲跟他，因为警察要来抓他，因为他是革命家、社会家，是一个人格人格架，是一个有人格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被断头台，而他们不放过，连他的儿子安培都不放过。安培白天看见他的爸爸跟他的好的老师、好的朋友在被断头台咔嚓的时候，他马就晕过去，他还来不及说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何离弃我？可是这群警察却冲进他家，要来找出他，找出安培说，你爸爸是一个革命分子，那么你因为你是天才，11岁就什么数学都会，一定要把他斩草除根。于是警察就到处找，找不到他，只有看到花园里有个小男孩，嘴巴都是吃得满嘴的沙，
量神没有神，然后脚都没有穿鞋，就是失了神，就是精神已经错乱。这样的孩子1年都没有讲话，他妈妈为了照顾生计，把他托给邻居，邻居小女孩照顾他，他是1年没有说话吗？第2年说话，可是他的神还是失神啦，台语讲失神，精神还是错乱。3年、4年、5年、6年，幸好有他隔壁朱莉，他隔壁邻居的女儿照顾他。有一天，6年之后有一天，他想起在大自然中，他想起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创世纪第1章第1节，他开始读，然后他就醒过来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有像他一样苦吗？即便是有，在大自然中，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，仍然可以把我们叫醒，仍然是可以让我们回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没有离开我们。即便安培这样子遇到这样子遭遇，他仍然在6年整个精神崩溃之后，因着读上帝的话，创世纪第1章，读上帝创造的过程，他竟然想起神是这么伟大。我算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现在有失神吗？有没有失了神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就赶快来赞美我们的神嘛！因为这位神是从混乱虚无中创造天地万物的。如果你忘记，跟安培一样，读创世纪第1章、第2章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来赞美这一位全然宝贵。不需要，不会因为我们赞美的声音有没有到位，不会因为我们这个人好或不好改变神，不会因为有这么烂恐怖分子、法国革命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人，我们的神性就改变，不会，好不好？你现在遇到什么的情况，我们都来赞美神。特别今天，我们用神所大自然所创造的，我们来赞美神。预备好了吗？我们来想象到大自然，看神所创造的每一样，我们来赞美吧！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这个大自然的一切，主啊，或许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这大自然，主啊，那一棵树，主啊，那一个草，那一个花，主啊，这个天空，主啊，所下的雨，主啊，甚至于那沙，可能我们已经失了神，像安培一样，主啊，我们甚至把沙都放在嘴巴里了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，我们所遭遇的是这样子的惨痛，主啊，是这样子的可怕，但是主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永远都不改变，主啊，这世界，这你所创造大自然没有改变，主，你就是不会改变，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起初创造天地，主啊，你看这一切是美好，你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主啊，你要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，主啊，特别是宝贵的是，主啊，你到最后你创造了我们，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，我们有你的美好，因为你说甚好，比那美好更好，因为我们可以来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我们可以来透过你所赐给我们的大自然，我们再回到那个位置，回到我们被造，而且我们被造是那么美好的位置上。谢谢你，总是不断的透过大自然，透过我们所呼吸的，透过我们所用的电，我们每一次用电，我们每一次吹冷气，我们都来想到安培，主，你的儿子他也经历6年失神，精神错乱，但是主，你用创世纪来叫醒他。主啊，你的儿女们此时此刻也需要被你叫醒，恳求主透过你的话，透过我们的赞美，透过这你所创造大自然，
主让我们再次醒过来，醒悟过来，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永远不离开我们，这天地不会废去，主你也不会废去，主啊，你还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实，每一句话都可以应验在我们的身上，那美好的事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持续要来祷告感恩，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之后就会有一些事情变得那么不美好，因为人得罪了神。到了创世纪第3章，人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以至于我们得罪了神。即便这个 Elohim 不知道出现过几次，甚至于有人说 Elohim 是复数的，那么是有很多神吗？不，只有一位神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过所有的，而我们的神是用不同的样式状态与我们同在，他是圣父，也是圣子，也是我们看不见的，此时到新约与我们同在。只要我们心跳在，都一直在；只要我们的时间在，他一直都在；只要这大地在，他仍然在。虽然我们可能不在了，虽然我们的亲人可能不在了，虽然我们可能失去一些东西已经不在，但是只要有神在，我们哪里有不自在的？好不好？我们来感谢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请。神说，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神不但创造你，更是要用神的样式来造你跟我，因为神以世上的美好的事情来祝福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来感谢神，我们也要认罪，因为我们为任何把神的祝福当作理所当然的，我们要来认罪。人的生命呢，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神圣的，我们要为我们忘记这件事情来认罪。刚才音乐牧师讲到安培，他6年醒过来之后，他虽然跟朱棣结婚，可是不久将来生了一个小孩，3岁以后，这个朱棣就因为瘟疫过世。你会想，那么安培是不是这次又要精神崩裂？没有，因为他已经经历了一次上帝的带领，他知道上帝爱他，于是他为了孩子，他赶快再娶一个来照顾他的孩子，因为他孩子才3岁，他需要在大学里做研究，于是他再娶了一个美娇娘，可以来照顾他的小孩。但没想到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，发现他们家被洗劫一空，就是被这个新娘把他家的所有东西都扛走绕跑，唯独留下孩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悲惨吗？安培没有因为这样再失神，因为他已经紧紧抓住神。别人犯的错，我们不必为别人犯的错感到心里难过，但我们需要因为我们自己犯的错而到神的面前来认罪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感恩，我们也来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我们心里是不是有自私自利自义不合神心意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让我们，主啊，真的是有你的形象，主啊，你为我们吹一口气，主啊，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，主啊，你也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的话语，我们经历了很多，主啊，我们经历的高山低谷，主啊，我们不是从此以后，主啊，我们就不会遇到患难，主啊，而是主你在我们的患难中
主啊，你在我们的风暴中，主啊，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不来唠叨，我们只有仰望你，我们只有在每一天细小的事情上面来感谢，我们仍然还活着，我们仍然有一口气在，我们可以来感恩，来赞美你，主啊，但是我们会得罪你，求神光照我们，求神你赦免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停止我们的恶，主啊，我们转回，主啊，我们只有单单来仰望你，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哪有不能赦免人的？因为你说我们如果赦免人，主，我们就胜过那仇敌。主啊，你给我们力量来赦免人，可以来胜过来仇敌，因为主你是得胜的主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你是 Elohim， 你是阿多奈，你更是雅威。主啊，这在旧约里面连提都不能提的名字，主你却让我们能够在现在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。主啊，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你创造我们，你更赏赐我们自由意志能够来敬拜你。主啊，的确我们没有办法用各样的方式让你的荣耀增添一丝一毫，主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亏损你的荣耀，因为主你本来就是荣耀的。主，当我们真是要说我们亏缺你的荣耀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你，我们以为是我们能够增添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你却用你的荣耀吸引我们，让我们参与在你的荣耀当中，让我们看见你创造这世界的美好，让我们发现主你尊重我们，尊重到一个程度，是你愿意赏赐给我们自由意志，让我们自己选择要不要参与主你的荣耀，要不要爱你，要不要认识你，要不要依靠你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要说我们错了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最正确的，最美好的，但主，唯有你才是那真正的美好。主，我们要来投靠你，我们要来跟随你。主啊，因为在你里面才是一样好处都不缺，在你的里面才是有永远的福乐，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才是有永远的盼望。主，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呢？我们到哪里去躲避呢？我们到哪里去抱怨、申诉，或者是放弃自己呢？主啊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你不在那里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你不见察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你不知道。主，我们单单的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回转向你。主啊，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公义、不公平的作为，主，我们要向你来悔改。为我们对我们自己、对我们身边的人理所当然、自以为是，主，我们要向你悔改。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什么，主，我们也要向你悔改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认识我们自己，也唯有主你鉴察我们的内心，所以我们要快跑来寻求你，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你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每次在祷告的时候，透过再一次的祷告，我们就将这个标准回到主你自己，我们就再次定睛在主你的恩典上，我们就再次定睛在主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就再一次发现，原来主你创造，你已预备好够用的恩典。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持续要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请
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。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。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改变了。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尤其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大家知道吗？其实在日本很少有基督徒，可是日本有一个很重大的建设，如果你有去过大阪、东京，你可能会坐过子弹列车，有吗？子弹列车当初设计这个人叫做中津英治，他很有才华，可是他设计出来的这个子弹列车是跑过去以后1/4英里外的都会砰砰砰砰砰很大声。国家投资这么多资金下去，可是却是跑过去，所有的人都抗议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些投资就要变成浪费吗？没有想到，那不认识神的，他们也知道要来敬畏这大自然，创造大自然的万物，要跟着大自然来学习。这个中津英治先生在苦恼不已的时候，怎么办？这个明明就是这样子，一定会产生这么大的困扰，于是他就去郊外去走。他看到大自然间竟然有一种鸟，叫做翠，很翠的翠，绿翠的翠。看到那个翠鸟这样飞行，突然就往下一戳，它进入那个水面，竟然没有带来一点的这个好像那个阻力跟那个水花下来。他就发现，如果这个鸟，上帝所创造的鸟有办法这样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跟这个翠鸟来学习呢？于是他就跟他团队说，来，我们来跟着大自然翠鸟来学习。他把所有的子弹列车，你全要好好回去 Google 看一下，子弹列车前面的那个嘴巴就是什么的嘴巴？翠鸟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连日本这么高科技的国家不认识神，但他知道从上帝所在大自然的所写的这本圣经来找到解决的办法。那么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，哪有不来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们的国家面对这样的困难，我们怎么样子来得着那个解决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，得着这个办法，好不好？我们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首先一定要来认罪悔改。我们打开电视就知道，我们要悔改的事情太多了。在 Delta 已经这个威胁下，虽然我们得到舒缓，可是你会发现，为什么一下这里一下子那样，好像一直冒泡一样。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他的平安，使我们不恐惧。应验牧师礼拜天有讲到，其实黄崇林医师说，喜乐的心使我们打疫苗，我们都可以降低它的副作用到最低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恳求执政掌权者有智慧，愿意向神，愿意向这大自然来谦卑来问神，也求神来帮助保护这些防疫的人员、疫调的人员，让我们各方面都准备妥当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，唯有主知道。但是我们要尽人所能做的。我们今天说5倍券出来了，可是有多少可以拯救呢？真的唯有主才是那问题解决的答案。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找就要找对，找就要找那永远可以治本的，而不是治标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来向上帝恳求。来，我们开口吧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的国家，主啊，真的是在你的保护下，我们仍然能够平安度日。
主啊，谢谢你啊，在危难中，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起来守望。主啊，在这样子许多的破口，主啊当中，主啊你就是来使我们真的是知道唯有祈求神。主啊，在各样的恩典中，主啊让我们有平安，主啊让我们有一个盼望，让我们跟主你来和好时，使我们真知道唯有你，主啊唯有你所赐的平安，主啊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恐惧，主啊唯有你是能够帮助执政掌权者，主啊让他们真的是知道行公义，主啊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你来同行。主啊，我们愿我们的国家，主啊真的是能够回转来归向你，主啊是恳求你来医治我们这块土地，主啊使我们真的是人人都能够尊主为大，主啊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成为那个守望者，主啊使我们看到哪里有破口，主啊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，主我们就举起我们手来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每一个地方，主啊来祷告，主求神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主你来掌权，你是台湾的主，主啊台湾如果没有主你，主啊台湾没有成为福音宝岛，就不算是宝岛，主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。谢谢主啊，你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大大张口，你就要大大充满。阿们。我们大大张口向你赞美，向你祈求，你就将各样的福分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真的是谢谢你，感谢你。主，我们要恳求你，在100多年前，你将福音传到了台湾这个岛屿，就是你拣选的这个岛屿，你必然保护，必然安慰这个岛屿。主啊，你时时在扶持这个岛屿，但是我们要将这个国家也要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恳求你，我们在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恩惠怜悯就释放在这个岛屿上面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意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你绝不放弃。主啊，目前这个病毒在台湾，在全球各地一样的，一点一点的在那里爆发，但是你保守，让我们台湾能够得着控制。主，恳求你，让这个岛屿上的执政掌权者，他们有足够的智慧，他们能够想出各样的配套措施，来将这个危机转为转机。主啊，恳求你，虽然我们面对这样子的挑战，我们每一个执政掌权者，不论是在总统，在卫福部各部门，主啊，你都让他们赐下他们足够的聪明，足够的智慧，来面对这一切，做一个很好的规划，使我们在这个病毒的威胁之下，不论是外交、内政，甚至在我们的医疗物资各方面，都能够有充分的准备，都能够有充分的能够应付这一切。你特别恳求神，你将你的平安在我们桃园地区，将每一个在台湾地区的每一个百姓的心里面，让他们祈求的那个平安，就如同你所赐下的江河一样，充满了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在每一个部门，他们的特别是我们的医疗部门面临的所有的物资上面的准备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他们各样的量能都能够充充足足的，都能够使台湾在这个防备上面能够做到最好、最充足的预备。主，谢谢你。主，我们百姓也在这当中，也许是惊慌，也许是有些心理的压力，在经济各方面，主啊，也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每一个各行各业，他们在各样不同的准备之下，能够尽快的复苏，恢复到我们之前的生活。就像我们教会一样，也因着疫情有各样的限制，
不论是在人数上的限制，或者是在空间上的限制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。你的儿女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将你的怜悯施落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早日恢复，人人都可以到教会来敬拜你，人人都能够到教会来，真的是欢欢喜喜、平安喜乐的，充满的在这个空间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唯有你的子民不断的祷告，我们知道我们多祷告都多有力量。主，我们要用祷告拖住教会，拖住地区，拖住我们这个国家。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来拖住这一切。我们要将这一切祷告，让我们的福音也广传在我们这个地区上面，让每一个人因着听到你的福音，他们就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你来让这个病毒产生，不是为了要威胁我们，是让我们更重新的来认识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持续要为我们的教会以及肢体来祷告。我们人真的是说我说到做到，但是很多的时候，很多的例子，我们真的是太失望了哈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要这个信守诺言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呀。刚才英业牧师有讲到安培的女儿渐渐长大，她一个人扶持她长大，但是她长大之后，她爱上了一个青年，而这个青年呢很爱喝酒，所以安培她不答应。但是她的女儿跟她讲：“爸爸，当初妈妈要嫁给你的时候，你还精神有问题，妈妈就嫁给你，为什么今天我的这个男朋友他只是多喝了一点酒，你不愿意让我嫁给他呢？”如果我们是安培，我们心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年轻人结婚之后就会说到做到吗？结果是没有。按照历史，这个年轻人结婚之后，哇，这个酒瘾发作的时候是非常不得了，所以安培一辈子为他的女儿担心，但是他把他的担心带到这个信实的神的面前，因为人不可能说到做到，唯有神是可以相信的，因为我们的神像这大自然一样，是永远不改变的。所以安培不断每天用祷告支撑他人生，世人看为好像很悲惨悲苦，但是我们现在翻开历史，安培竟然是在这样的苦难中，在数学物理非常有成就，因为他透过圣经创世纪认识这位上帝，他跟这位上帝求，他把所有的重担放在这个天父的面前，以致他可以喜乐来度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一起来祷告，为我们的教会在 Delta 的这个困扰威胁之下，我们生命更更新，让这个疫情不是拖垮我们，而是这个疫情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快跑来跟随神，回应神的呼召。10月2号跟3号礼拜六礼拜天，我们有和会要选长子选举，为这个事情来祷告，选神所要用的仆人，也为我们在限制下面我们有许多的实体线上，让我们不管在实体或线上，我们都能够火热来服侍神。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没有见面而冷淡了，没有，而是透过上个礼拜、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，有年长者、有青少年、有青年，他们要打这个疫苗。求神赐给我们因着神而喜乐的心，让那个疫苗的副作用降为最低，使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，也让婚姻在家庭里面，不管是工作或者是读书，让我们在疫情当中，我们依靠神，我们可以更有效能也求神来带领年轻人，真的找工作不容易，
在疫情之下，恳求神来调整青年，让他们在这一段等待的时间内更清楚自己的方向，更知道来依靠神所做的决定可以容神一人，也帮助我们社区的每一个班，特别最新的这个鼓舞班，让不管是儿童、青少年、成人，以及因着这样而产生的家长成长班，让这个福音的种子持续在这世代人的心，让得以来这个成长真的是成为神儿女。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个人肢体来祷告。我们开口吧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是我们教会的头。主啊，我们互相为肢体。主啊，因着我们知道我们彼此，因着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就知道主啊，当我们是一体，我们的手脚受伤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一起来彼此来帮助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恳求你来兴起我们的灵命，让我们的灵命主啊被你更新。主啊，我们回应神你的呼召。主啊，在10月2号、3号的选举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同心合一。主啊，让我们有一致的灵。主啊，我们因着你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可以来选出合你心意，也让你的众儿女们，主啊，愿意来献身委身在主你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彼此来帮助的时候，主啊，不管是我们的就业，或者是我们的学生，主啊，或者是主啊，我们在什么地方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的中心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神你的话语，我们就将主你的福音，主啊，传扬出去。主啊，使每一个地方成为这个可以传扬福音出去的地方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，因为主你是迦南基督长老教会的头。主啊，你是帮助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主，谢谢你的保守，谢谢你的带领，谢谢你的供应，谢谢你的看顾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每一天清早起来，眼睛睁开，鼻子呼吸的第一口气，我们就献上满心的感谢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都享受这样子的美好。主，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。天父上帝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迦南教会的主，你从死里复活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你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，有能力的，相信教会必要胜过一切的挑战，一切的困难。主，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主，谢谢主耶稣。主，我们知道现在全台湾仍然在整个疫情的笼罩下，还没有离开我们，也影响到主日的聚会，以及教会所有大小服事活动以及相关的训练。主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因为你说就是现在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因为主，你意爱的是那些敬拜你的人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是不受地方、不受空间、不受时间，在任何的角落，只要3、5个人奉你的名聚集敬拜，主，你的灵就与他同在。主，让我们有这样的连结，无论是透过实体的敬拜、线上的敬拜，主，你帮助我们彼此相互连结在一起，因为我们的心是向着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让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，让万事都相互效力的主，帮助我们兄姐在这一段疫情笼罩的期间，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读经，不断的在主的话语里面寻求属灵的帮助，让所有的兄姐，让所有意爱跟随垂听主祷告、垂听主等候主的兄姐，都能够看到这样真实的美好，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帮助在每一个兄姐的身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也要将10月23号和会长职选举的整个过程交托仰望，求主帮助那些因为主你的拯救，因为主你的呼召，来乐意
献上自己服侍的兄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所赏赐的恩典，让所有的肢体都有从你而来的才华与能力，让我们都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。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别人比自己还要强，让我们能够彼此在信心里面相互的鼓励，成为基督合一的身体，来荣耀主，来荣耀主的教会。主，谢谢你，求主保守带领我们，在10月23号能够拣选出真正合主心意、为主所用、献上自己才能的仆人。主，谢谢你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也要为我们所有兄姐的家庭、亲子关系以及工作、事业、孩子的读书等等，主，我们要献上，我们要摆上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兄姐、每一位兄姐都能够真的是透过祷告，向主支取那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在职场上、在婚姻上、在孩子的信仰上、孩子的教育上，怎么样来帮助他们，帮助我，能够在各个职场上、工作上，能够散发出主你的荣耀。谢谢主耶稣，也求主能够帮助所有的青年，在这样的一个诱惑的世代，求主帮助他们有属灵的眼光，能够看见主你要指引他们的方向，以主为中心，以主为中心，任何的价值观、任何的判断都有主你的中心，让他们能够走在正路不偏离，让他们能够成为职场上面真正是在职场上面发光，在信仰上面能够成为合主的这样的一个精兵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软弱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足，我们唯有依靠主，我们唯有祷告主，我们唯有攻读主你的话语，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得着智慧与帮助，我们的人生才有属灵的盼望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再一次将以上所求恭敬的交托仰望，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。那我们就来领受在圣经中神给我们的应许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领受，请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贫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好不好？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赞美这一位，唯有这位神是从过去、现在到未来，能够带领我们从这道到那代的主。求神来亲自来带领我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他名所当的地，荣耀归给他，不分种族国家，齐声来颂扬，在宝座前高举双手。
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。从这代到那代，万民不停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国到列邦，齐尊崇你为王，高声哈利路亚，齐敬拜弥赛亚。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他的民所当得的都要归给主，归给荣耀的主。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他民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不分种族国家，齐声来颂扬，在宝座前高举双手，举起我们的手来，从这代到那代，万民不停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国到列邦，齐尊崇你为王，高唱哈利路亚，齐敬拜弥赛亚。众臣们，抬起头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我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。众臣们，抬起头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。从这代到那代，万民不同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邦到列邦，追尊崇你为王，高唱哈利路亚，齐敬拜弥赛亚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从这代到那代，主啊，我们万民都要不停来颂赞你。主啊，你是从过去、现在到永永远远，主，我们都要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愿主你的平安与喜乐，主啊，降临在每一个信靠你的儿女们的身上。主啊，让我们得以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主你的荣耀跟主你的美好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到这里，上帝赐福给你，赐你平安。